接把下来看眼人嘅专题报道，对死亡也个议题，我当然有感觉话把握，讲到也题材嘅戏剧也个无数欢迎。不过2008年，日本嘅天阳孙行者2024嘅恶状，打破传统嘅看法，也感通到几多观众，没成为日本第一出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嘅天阳。里面台湾一出天阳父后情热也引起话题。最近客家电视提供嘅一个出境事务所，佢希望观众透过戏剧面对死亡一个课题。2009年得到龟头红天阳体重前天的日本天阳宋行者2024的恶状，用2024的故事来讲生死、成败韩国人心。每位观众开始来认识也个人讲唔讲去作为行业，和知道有对位幸福。不再是像以前这么的不敢去碰触啊，或不敢去探讨，反而会更用一个比较积极、比较光明的面向去看身后人往生之后这件事情。即马从恁老爸在生的时阵爱食爱用的物件，摕来放伫身边。同样讲到死亡也个题材嘅电影，还有2010年的国片《父后情热》。讲嘅係兩兄妹回到家鄉處理阿爸嘅後事，表現出台灣佔有嘅崇宗文化。導演拍的手法是比較用一些喜劇的方法，不是那麼嚴肅，不是那麼傷悲的方法在拍攝這樣的題材。就係認真死亡也嘅課題係每一年都會學習嘅，編劇李思妍對也嘅題材玫瑰有興趣，規劃嘅幾多年推出出境事務所，愛講2024也嘅職業。这个行业有趣是，你永远在面对着都是丧亲的家属。其实你并不容易把你的喜怒哀乐表现出来，你要维持着一个稳定的样子去帮助家属。那我觉得这个是难的。透过礼仪师的态度，或者是诠释的方式，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方式，来去被知道说啊，生死是怎么样一个回事。面对死亡，一件事情，得3年都會驚。不過又有乜嘅力量，可本也到2024做得繼續做下去。大幫戲劇，外觀眾聽得戲出的角色，啲每100倍事件當中，好多嘅經驗韓國智慧來抗下成長。我們真的是平凡人，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去真的告訴人家什麼是死亡，什麼是生死，而是我們只能告訴你說啊，其實好好活着是一個很重要的。那這許多歷練都會幫助你變成一個更好的人。從禮儀師角度去看，從其他的角色去看，都會對於死亡、對於身後事啊，對於人生的這個最後一個階段，我相信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啟發。看下嘅同死亡規則圈按特別嘅職業來看人對相同事有冇相同嘅看法，個重新內面死亡對生命嘅意義。生死也嘅議題拍係睇睇嘅，唔過此等同愛離開嘅人，小等講再見，韓國唔冇有遺憾，剩下嘅同分間係一種影視題材，向外傳達嘅。下個新聞總書記分享片陳心怡特別報道。